话说，在遥远的释迦牟尼佛时代，有一位小男孩前往接见了佛陀，以无比虔诚的心供养100颗白色水晶珠串。佛陀对其弟子阿难说：“这位供养水晶的善男子，未来将会振兴我的教法，并会在指和丹之处建立一座宏伟的寺院，此人名为洛桑扎巴。”宗喀巴大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，又称黄教的开创者。他是西藏雪域的佛教开创先锋之一。宗喀巴大师诞生在14世纪，出生在中国青海省西宁。若从历史的足迹探索起来，宗喀巴大师的佛缘开始于中国。中国史上著名的皇帝乾隆和雍正的故宫雍和宫内安置了高约1层楼的宗喀巴大师佛像，这一次又一次印证了他在华人子弟心中的地位。然而，宗喀巴大师在无数世以前已成佛，并以菩萨、大成就者或凡人的化身显现，来顺应众生的需求。他是文殊师利、金刚手菩萨及观世音3大菩萨的化身。此外，宗喀巴大师也建立了3大寺，即甘丹寺、哲蚌寺和色拉寺，目前皆为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学。宗喀巴大师以戒律为主，精通显密，对佛教贡献巨大，是释迦牟尼佛之后最伟大的一派宗师，因此有第2能人之称。由于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加持，宗喀巴大师在马来西亚的克切拉佛教中心出现了，也因此好因缘，让许许多多的人获得他美好的法则。许多人甚至还将巨大的宗喀巴大师佛像装置在家中供养。由此可见，宗喀巴大师的摄受力是如此的大呀！